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11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第1265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71天。根据这个凤凰卫视报道他说目前俄罗斯军队与乌克兰军队在苏梅方向正在展开对峙战。俄罗斯军队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加大推进力度和速度，至今俄罗斯尚未控制顿涅茨克州行政地区面积的25%。那在苏梅州呢，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报告称乌克兰武装部队收复了苏梅的叫别扎利夫卡村，并彻底清除了该村的俄罗斯士兵。总参谋部还补充说乌军第33独立突击团和第24独立突击营参与了此次行动。此前俄方曾在2025年7月7日称，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占领叫别萨利夫卡村，那就现在乌军把这个地方又夺回来了，所以双方在苏梅这儿是交织在一起在该次战斗中，乌克兰士兵消灭了18名俄罗斯士兵。那么在波克罗夫斯克，那现在是双方争夺的一个焦点。目前战场上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就是波克罗夫斯克。乌军的叫霍尔蒂恰战役战略部队发言人维克托·特雷古波夫宣称，俄军已经向这个面积不大的地方调集了10万大军。波克罗夫斯克前线局势是过去1年中最严峻的，规模接近第2次世界大战。不过尚未有任何信息显示乌军在这里的防御出现危险，更别说整条战线的崩溃。乌军现在并不缺武器弹药，大量无人机系统的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兵力不足的困境乌军正依托坚固防线持续有效杀伤俄军。乌军无人机系统部队司令叫罗马特·马扎尔人布罗夫迪正准备将每月用无人机打死打伤的俄军数量增加到35000人。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俄罗斯国防部每个月招募的人员将与损失持平。这仅仅是乌军用无人机解决的，再加上乌军其他部队的战果，俄军总规模将不再持续增加，而是会出现下降。由无人机控制纵深达数十公里的沙山带是俄军在战场上难以穿越的真正的死亡地带。虽然这个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集结了10万大军据说已经损失掉1万了，但这10万人属于俄军围困波克罗夫斯克3个方向的总兵力。若把战线拉直，俄军兵力密度并不高，这也导致在任何一点上都无法集中力量形成突破，只能够采取步兵蜂群战术蚕食乌军阵地。形成这种战场态势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俄军重型部队无法进入乌军防区的15公里内，但凡俄军机械化纵队出动，就会被发现并遭到乌军无人机和远程炮兵的杀伤。乌军打造了20公里宽的无人机墙。二是俄军集结困难别说集结一个军一个师，就算集结一个团一个营，也会被卫星或侦察无人机发现，进而遭到乌军集束弹药和空军炮火的覆盖。比如在昨日的扎波罗热战场，乌军侦察无人机发现俄军成群结队向卡米安斯克村的一栋建筑内涌去，米格29战机立即投掷铁锤精确制导炸弹，整栋建筑被夷为平地，俄军37人被炸死。乌军用无人机确认无一人身亡，这个一窝端非常惨。根据媒体报道说俄军派出的破坏小组进入波克罗夫克，结果150名特工人员有120人被击毙，约30人进入城市，然后一些破坏分子投降。俄军没有达到目的，尽管给乌克兰部队带来了不少麻烦。这些俄军派出的特工也就特种部队他们就是要潜入到波克罗夫斯克，然后四处插旗子、拍视频、上传，然后就是造成信息混乱蛊惑人心，然后就说俄军拿下了波克罗夫斯克红军城。很可惜这个前后派出了150人的特种部队分别都被消灭，最后还有30人投降。根据凤凰卫视报道他说目前在卡索菲亚尔和托列茨克方向作战的俄军正威胁着顿涅茨克州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乌克兰要塞地带，叫克拉马托尔斯克。在未来的作战中，俄军若要夺取扎波罗热和赫尔松2州全境，还需要进行
大规模的渡河作战，也就是说这个可能性非常低啊，也就是俄军要把这个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剩下的这个2州剩下部分拿下的话，他还要渡过第聂伯罗河啊，那简直是不可能。俄军仍需夺出扎波罗热约7200平方公里的区域，约占该地区总面积26%。过去2年，俄军在扎波罗热方向进展主要集中在乌军2023年夏季反攻期间攻占的地区。俄军尚未夺取战略高地，叫奥里西夫市，该市距扎波罗热市东南35公里。扎波罗热市战前人口70万人，要攻占该市以及该州的其他地区，俄军必须渡过贯穿该市并将扎波罗热州西北部一分为二的第聂伯河。扎波罗热是与顿涅茨克州要塞带中的城市一样，也是一座工事复杂的堡垒。俄军为此必须要投入大量的人员和装备，以及给养等。其次，攻占赫尔松州也需要渡过第聂伯河，在河西岸及右岸地区建立必要的桥头堡。这个是凤凰卫视报道的啊，也就是意思俄军要想把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剩下的部分吃下，那简直是不可能的。目前没有这个条件。这个凤凰卫视说有专家指出，自2022年11月俄军撤至赫尔松州东岸及左岸以来，考虑到3年战争对俄军作战能力和装备的影响，俄罗斯很可能难以同时在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2线进行有效作战。有专家观点强调，如果俄军以目前的推进速度继续战斗下去，通过军事攻占乌克兰全境的努力，这将可能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凤凰卫视鲁语官比尔格莱德报道，连凤凰卫视都认为这个俄军想把剩下的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吞下，这是不可能的。那现在就是顿涅茨克的波克罗夫斯克，还有苏梅、哈尔科夫的这个叫缓冲地带这个地方现在战斗比较激烈我们经常说战报可以捏造，可以虚构，可以后面加个零，对吧？那些战报咱们只能参考，各说各的，但是战线不骗人嘛，对吧？双方实际控制了哪些地方，打了几年都打不动，这个东西骗不了人。那或许就是某一个居民点，对吧？某个阵地一时被丢了，咱不知道，但是时间长了都知道了。所以从目前的战线来看，这俄军也占不了什么便宜波克罗夫斯克已经打了1年半了，对吧？天天说拿下了，到现在还没拿下。那个卡索夫亚尔也是，俄军早就拿下了，但到现在也还没有拿下。照这个进度下去即便把卡索夫亚尔拿下了，把波克罗夫斯克拿下了，他又能怎么？何况乌军现在无人机也是一天比一天厉害对俄罗斯境内实施轰炸。俄罗斯斯拉托夫炼油厂再次遭到爆炸，几场大火吞噬了该设施，该设施距离前线600公里。乌军称成功的对赫尔松奥列什基的俄指挥部实施了空袭，初步数据约打掉有25名俄罗斯军人，至少11人受伤。情报显示，包括营长、参谋长、工程兵团团长以及该营一个排的排长全部化为乌有虽然俄军加大了这攻势，但是仍然一无所获，除了消耗更多的俄军之外。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关于特朗普和普京8月15号在阿拉斯加会晤很有可能出卖乌克兰，所以鉴于这个可能性乌克兰和欧洲已经对吧紧急动员起来。这个泽连斯基一天都在打电话给欧洲每个国家的领导人打电话沟通。首先这个欧盟委员会10号正式发布声明，这个是非常隆重的这个欧盟委员会就双普阿拉斯加会面中的乌克兰议题发布正式声明。这是欧盟人家正式由这个委员会人家发了一个声明，说马克龙总统法国总统，然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德国总理莫尔茨，波兰总理图斯克，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冯德莱恩这个主席，还有芬兰的总统斯塔布，也就是欧洲这些基本上有实力的国家联合在特朗普总统计划与普京总统会晤前就乌克兰和平发表声明。他首先他是欢迎特朗普总统为制止乌克兰的杀戮、结束俄罗斯联邦的侵略战争以及实现乌克兰公正持久的和平与安全所做的努力。那先感谢特朗普你做的努力。然后这个欧盟人家给出了路线图人家说只有将积极的外交、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向俄罗斯联邦施压以结束其非法战争相结合的做法才能取得成功。欧盟随时准备在外交上支持这项工作，并通过坚持对乌克兰实质性军事和财政支持，以及坚持和实施对俄罗斯联邦限制措施，也就是制裁来支持这项工作。当然我们坚信外交解决方案必须保护
乌克兰和欧洲的重要安全利益。欧盟一致认为，这些至关重要的利益包括需要强有力且可靠的安全保障，使乌克兰能够有效捍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乌克兰的和平之路离不开乌克兰，我们仍然坚持不得以武力改变国际边界的原则。目前的接触线应成为谈判的起点。我们重申，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非法入侵是对联合国宪章、布达佩斯备忘录、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以及俄罗斯历次承诺的公然违法。我们强调我们对乌克兰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承诺。我们继续坚定地站在乌克兰一边。作为欧洲人，我们团结一致，决心共同维护我们的利益。最后他说，我们继续与特朗普总统、美利坚合众国、泽连斯基总统和乌克兰人民密切合作，共同维护乌克兰的和平，保护我们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为乌克兰祈祷。乌克兰最大的原罪就是有个邻居叫俄罗斯，这个欧盟的这个联合声明已经摆明态度了，别指望土地换和平。这个不光是上述这个几个大的国家，这个泽连斯基给欧洲其他国家还在马不停蹄打电话。你比如说这个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进行电话交谈，泽连斯基感谢瑞典提供的实实在在的军援支持，瑞典今年拨款40亿美元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御。8月10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与泽连斯基通电话，讨论了实现乌克兰和平的问题。这个托卡耶夫很有意思他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坚持维护所有国家领土完整的必要性，并将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托卡耶夫强调他理解乌克兰问题的复杂性，在他看来，领土问题往往成为俄乌停火难以逾越的障碍。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在国际社会对乌克兰安全坚定保障基础上，维护乌克兰的国家地位。托卡耶夫这个时候给泽连斯基打电话，那简单点说就是顶住，对吧？我们支持你追求领土完整、主权完整。我们看看泽连斯基他自己是怎么说的，这是他8月10号最新的这个视频讲话，大家看视频。Бажаю здоров'я, шановні українці, українки. Активний дипломатичний день сьогодні і від ранку координація з партнерами. Британія, Франція, Фінляндія, Естонія, Данія, Іспанія. Дякую всім за чітку підтримку. Перше. Має бути чесне закінчення війни, і саме від Росії це залежить. Саме Росія має закінчити війну, яку вона почала. Друге. Україна та всі партнери однаково сприймають необхідність припинення вогню. Припинення вбивств. Тільки один суб'єкт цьому протистоїть. Це Путін. Його єдина карта на руках – це можливість вбивати, і він намагається продати зупинку смертей максимально дорого. Важливо, щоб це нікого не обмануло. Потрібна не пауза у вбивствах, а реальний тривалий мир. Не припинення вогню колись там, потім, через місяці, а негайно. Президент Трамп мені так говорив, і я це абсолютно підтримую. Третє. Я ще не чув, що будь-хто з партнерів засумнівався в можливості Америки зробити так, щоб війни не було. Президент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має важелі, має рішучість. Україна підтримала всі пропозиції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починаючи ще від лютого. Припинення вогню. Всі формати підтримав. Зустрічі з російською стороною ми забезпечили. І забезпечили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о. Ми зробили обміни і готуємо наступ. Вже більше розуміння щодо списків. Розраховуємо на результат. Так само потрібен результат на рівні лідерів. Достойний результат, щоб життя людей зберегти. Щоб світ цінував результат і був вдячний лідеру, який його принесе. Контакти з американською стороною тривають майже цілодобово, на різних рівнях, і ми не робимо все публічно. Тактику Путіна всі добре бачать. Він боїться санкцій і робить все, щоб зіскочити з них. Він хоче обміняти паузу у війні, вбивство, на легалізацію окупації нашої землі. 简单点说泽连斯基最新表态就是乌克兰寸土不让。今天的乌克兰已经不是2战前的捷克，泽连斯基也不是当年在慕尼黑协议签字的捷克领导人埃米尔哈查。当年英法领导人在牺牲捷克利益换取所谓一代人的和平方面高度，也就是英国首相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他以为向德意法西斯让步就能换得和平。
所幸啊，今天的欧盟包括英国已经完全清晰。从欧盟还有英国联合发表的这个声明来看，他们的诉求啊，这个马克龙说啊，必须先停火再谈判，不允许乌克兰防御力量撤出顿涅茨克地区。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乌克兰现在守的那是个叫堡垒带啊，就是那是个防线，是俄军打了1年2年的根本没办法拿下来的一个防线。如果就这么让出去，那实际上就相当于乌克兰把东部大门打开了。那就看俄罗斯人呢，看普京什么时候休息好了啊，什么时候合适了，他就再一次啊发动战争。怎么可能把这地方拱手相让呢？那个就相当于某大国的山海关呢，必须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包括可能的北约成员资格。这个普京啊，还没有登上飞机啊，飞到阿拉斯加，对吧？这个6国首脑就统一战线，不允许特朗普背叛乌克兰。根据媒体报道啊，是欧洲这6国领导人呢会谈，包括这个冯德莱恩是秘密进行，目的很直接，峰会前就是双普会谈前啊，他们欧洲要达成一致，防止特朗普单独和普京达成那种以领土换和平的协议。乌克兰和欧洲对此警惕到极点，他们不会啊任由特朗普出卖。所以说，如果没有泽连斯基参与这个次会谈，特朗普和普京的会谈十有八九啊就是一场闹，成为笑话。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俄乌和平协议可能包含部分领土置换后，泽连斯基明确拒绝了乌克兰向俄罗斯割让土地的想法。泽连斯基强硬表态可能会激怒特朗普，后者已将促成俄乌和平协议列为标志性外交政策目标。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就这个时候啊，得罪特朗普那也就得罪了，对吧？这是捍卫国家利益。如果因为害怕得罪特朗普，你就要出卖领土，这个显然说不过去啊。根据英国媒体报道啊，说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和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在英国会见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和英国外交大臣莱米。这个英国外交大臣莱米表示，伦敦对乌克兰的支持坚定不移，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仍在进行。美国副总统万斯被明确告知啊，乌克兰的未来不能在没有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下讨论，无论结果如何，欧洲将继续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也就是无论他们协议签成什么样，欧洲还要武装乌克兰。当然了，现在特朗普也是虚虚实实啊，你毕竟离8月15号还有几天，所以特朗普这个1天3变，那就接下来恐怕还有可以变化个10几次啊，不到最后关头啊，你也不知道特朗普最后会搞成什么样。现在美国的媒体说啊，泽连斯基有可能参加在阿拉斯加举行的特朗普普京峰会，这个是美国驻北约大使马特惠特克在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的，我们拭目以待吧。实际上啊，如果没有欧洲参加，尤其是马克龙或者是斯塔默这2位啊，必须有1位参加。就是如果没有欧洲代表参加的话，即便乌克兰参加了特朗普和普京的会谈，也没有任何用。所以说啊，这个欧洲啊必须要上他们桌。乌克兰的外长西比哈说啊，让步只会鼓励俄罗斯进一步侵略，只有力量和国际团结才能迫使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而让步只会鼓励进一步的侵略。不要给侵略者任何奖励和礼物来讨好他，只有力量和团结才能迫使俄罗斯停止战争。这个西比哈在这个他的社交媒体 X 上写道啊，西比哈补充说，每一次让步都会引发进一步的侵略，因此乌克兰坚定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我们与美国和欧洲伙伴一起致力于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础上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部长说，这个西比哈说的是完全属实啊，就是纵观俄罗斯的历史，它就是一部不断的毁约、不断的违反自己的承诺的这么一个历史。要不然它怎么可能有一个莫斯科大公国啊，170万平方公里的地方，现在对吧，扩张到10几倍大，它的周边所有的国家都被它侵略过。别的不说，就说乌克兰2014年悍然出兵占领这个克里米亚，本来这个事情就已经悬在那儿，国际社会黑不提白不提，只是不承认俄罗斯这个拥有这个领土而已，实际上就默认俄罗斯已经占了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这个观点，国际社会只是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也不承认克里米亚的公投，但是都默认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但是俄罗斯满意了吗？仍然得寸进尺，对吧？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在那儿搞事完了之后，欧洲啊协调，对吧？签了
了一个明斯克协议，结果普京亲自又撕毁了明斯克协议，悍然出兵，要1个小时22分要把乌克兰灭国。布达佩斯备忘录上面，俄罗斯人承诺要保护乌克兰，只要乌克兰放弃核武器。结果呢，乌克兰迎来的却是他这个邻居的野蛮的侵略。所以这一次主要看欧洲能不能团结。如果欧洲团结起来，那就根本不用担心特朗普出卖乌克兰。只要欧洲人不答应，特朗普也出卖不了乌克兰。欧洲之所以坚定的支持乌克兰，也与自身利益有关，尤其是那些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这些国家担心，如果乌克兰今天被美俄出卖，被美俄制裁，被特朗普出卖，那么明天很可能就会轮到他们。爱沙尼亚外长查赫纳说若武力可以改变边界，世界将永无宁日。主权与领土完整是全球稳定的基石，我们绝不容忍在乌克兰或任何其他地方发生侵略行径。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负责人科瓦连科表示认同这一点，称普京和特朗普试图单独决定乌克兰命运的想法逻辑上是十分悲观的。普京继续假装他可以在没有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下讨论乌克兰，同样有一天他会认为自己可以在没有波罗的海国家的情况下讨论波罗的海，这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总之没有乌克兰，没有欧洲参与的普京和特朗普的会谈就是一场闹剧，是一个十足的国际笑话。当然了，对俄罗斯来说，对普京来说确实是一场胜利，因为普京突出外交封锁的这个重围，对吧？普京本来能去的国家很少现在居然可以直接去美国，完了之后跟美国还可以一来二往，对吧？有第一次见面就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这个对普京来说那是脸上增光的事，所以对普京来说他算是赢了。我们再看这个前几天俄罗斯轰炸了乌克兰境内这个阿塞拜疆至乌克兰的石油管道。8月10号，泽连斯基和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就俄罗斯武装部队袭击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乌克兰油库一事进行了电话会谈。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称，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境内目标袭击是有针对性的，也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专门袭击阿塞拜疆的油库，是想报复，警告阿塞拜疆不要跟俄罗斯这个渐行渐远。这个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向这个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对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油库袭击不会导致乌克兰和阿塞拜疆之间合作的终止。显然普京这个警告没有用因为阿塞拜疆接下来就要开足马力生产炮弹，要军事援助乌克兰。最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乌克兰媒体报道说俄罗斯对大国石油出口正在减少。统计数据显示犹如针对俄罗斯影子船队的制裁生效，其活动量正在下降。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说，据悉今年7月共有119艘油轮，其中56%受到制裁，出口了近1400万吨石油以及石油产品，约合1亿桶。相比之下，6月份俄罗斯使用了139艘油轮，其中63%受到制裁，比5月份减少了8艘。情报部门指出目前可以看到油轮总数减少，同时参与运输了俄罗斯石油受制裁的船只比例也在下降，这说明对俄罗斯经济施压手段是有效的。据该机构数据，俄罗斯石油及石油产品主要买家是印度和印度，两国合计占俄罗斯海运出口的65%。对印度的供应在6月和7月保持稳定，约500万吨，而对大国的供应在7月较6月有所下降，少于400万吨。也就是现在大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比印度要少了。今年前几个月，俄罗斯向大国运送了3200万吨石油，比去年同期减少400万吨也就减少了10%。情报部门总结称，对比2024年和2025年上半年俄罗斯石油出口量可以看出，俄罗斯出口正稳步下降，也就是2个印度会逐步减少从俄罗斯进口石油。这个美国人就是特朗普总说泽连斯基没有筹码，实际上普京才是真的没有筹码了。一旦对俄罗斯采取2级制裁，俄罗斯根本就没有办法支撑他这场战争，或者是撑不了多长时间。离这个8月15号双普会谈还有几天，这中间恐怕还有一些变故我们继续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会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